5月19号上午，我区与俄罗斯萨哈共和国雅库特科技园签约仪式在创业大厦举行。此举意味着雅库特科技园正式入驻高新区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平台。科技园有关俄方企业将入驻中俄科技园。区工委副书记、中俄基地管委主任刘来英与雅库特科技园代表谢苗诺夫签署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企业有望在纳米复合材料饲料、高分子生态化妆品、膳食鱼骨粉、救生艇设备等生态环保、生物医药及机械制造行业的项目开展广泛合作。雅库特科技园将在中俄基地建立办事处，方便两园企业之间的科技技术项目交流。签约仪式结束后，雅库特科技园代表参观了高新区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中俄科技园 A、B 区。并重点对中俄科技园内对口企业进行了实地参观、考察和项目合作洽谈。近年来，中俄科技园一直致力于进一步探索对俄合作的有效模式和途径，通过国际技术交流及引进来、走出去等手段，把中俄基地建成中俄科技合作交流的窗口，中俄高新区技术产业化的示范模范基地。